这是一个长时间埋首于工作的男人，花了几十年时间拼搏，最终在退休的那一天站在办公大楼的门口，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他曾经相信，努力奋斗，获得成功，累积财富，拥有社会地位，才是人生的意义。于是他将青春与精力全数奉献给了事业。年轻时拼命加班，中年时为升迁劳心劳力，到了40-50岁时开始担忧未来的生活保障，生怕老了以后无依无靠。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，他像是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疾驰，从不曾停下脚步思考自己究竟在追逐什么，直到退休的那天才惊觉，真正重要的事情竟然只有健康与爱。健康是一切的基础，这是他后来才明白的道理。退休后的第一年，他的老同事李总突然因脑梗瘫痪在床。这个曾经位高权重，财富积累到7位数的男人，现在却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，更不用说去享受那笔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。他们曾经一起加班到深夜，为了达成业绩目标拼命工作，结果到了老年，命运给了他一个残酷的答案：钱再多也换不来健康的身体。他记得李总虚弱地对他说，如果能够重来一次，他绝对不会熬夜加班，宁愿少赚一半的钱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每天按时吃饭，坚持运动。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荡，让他开始审视自己过去的选择。然而，另一位朋友的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的样貌。这位朋友在退休前便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每天晨跑，固定时间作息，从不为了工作牺牲健康。退休后，他精神奕奕地背上行囊，独自一人踏上旅程，终于实现了年轻时想去西藏的梦想。这样的对比让他愈发深刻地体会到，健康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张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。如果身体被透支殆尽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也无法真正享受人生。然而，健康之外，另一个更让人无法忽视的事实是爱的可贵。他曾经总是抱怨没时间陪伴家人，觉得事业才是最重要的，错过了儿子的成长，也缺席了妻子的生日，更是没有参与过父母的晚年生活。他一直觉得，等自己有时间了，再来好好弥补这一切。然而，人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直到父亲去世，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笔记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自己每次加班的日期与时间，才知道原来父亲一直在等待他回家吃饭。这个发现让他愣在原地许久，内心充满愧疚与遗憾。然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他想起自己刚刚退休的时候，满心欢喜地想与孙子玩耍，却发现这个孩子对他充满陌生感，甚至不愿与他亲近。他终于明白，原来感情不是等到有空时才来经营的，而是需要在岁月中细细灌溉。这些年，他见过太多不同的人，有些人在退休时拥有丰厚的财富，却因为没有亲情的陪伴而孤独终老。有些人退休金并不多，但因为儿孙满堂，晚年生活充满了温暖与笑声。这些人之间的差异，不是金钱的多寡，而是在于他们是否懂得珍惜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。他开始意识到，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并非银行存款的数字，而是健康的身体和爱他的家人。当他回首过往，才发现自己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去换取金钱与地位，却错过了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。于是，他做出了改变。他开始定期体检，不再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熬夜。他发现，拥有健康才能真正享受生活。他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与儿子深入交谈，与妻子一同旅行，对母亲多一些关心，试图弥补过去遗失的时光。他参加老友的聚会，珍惜与朋友相处的时刻，不再让自己被繁忙的事物所束缚。他开始发现，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美好。幸福并不来自银行存折上的数字，而是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与温暖的拥抱。现在的他，时常对年轻的朋友说，无论你现在多忙，都要记住，身体的健康比升迁更重要，陪伴家人比加班更值得，朋友的聚会比应酬更有意义。不要等到老了才明白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活了多少年，而在于你是否真正享受了每一天。他希望还在奔波的年轻人能够停下脚步，思考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，是否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最终，金钱与地位都不会陪伴你一生，唯有健康与爱，才是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。